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2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民数记27章12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26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教会被建立啦，被坚固。虽然咱讲保罗伊是一个外邦福音的使徒，但是教会体制的建立却是保罗对教会另外一个贡献。保罗伊不但是宣教、设立教会、建立教会制度，佮是到处去坚定教会、坚固教会。这是对伊一开始受呼召传福音的时阵就开始的工作。照着圣经的历史，人无论是选民以色列，还是拄啊接触救恩福音的人，总是会经常拄着困境甲苦难。咱的信心拢需要被坚固。就算是上帝的仆人，亲像摩西同款，也会经常拄着软弱。伫昨的经文，咱看到这个阿伦摩西嗰个阿伦会死，圣经讲伊是得罪上帝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上帝就甲摩西讲同款的话，伊嘛要来行同一条路，因为因拢捌软弱来得罪上帝。民数记27章12节到23节记载，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上阿巴林山去看我赏赐予以色列人的地。你看了，就要甲你的阿兄阿伦同款，转去你会做遐。因为伫神的旷野，会众伫甲我吵的时阵，恁违背我的命令。伫请出水的所在，会众的面前无尊我做圣。这个水是指着神的旷野，加底斯的米利巴水泉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上主，你是赏赐性命予世间人的上帝，求你设立一个人来伫你会众，伫因的中间出入，带因交战。互上主的会众袂亲像无牧者的羊群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恁的囝约书亚内面有上帝的神，你带伊来，甲伊换手，互伊徛伫祭司以利亚律撒甲全会众的面头前，将职责交互伊，佮将你的尊严权柄分予伊，互以色列全体会众拢顺服伊。伊就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，请以利亚撒用乌灵向上主请示。伊甲以色列全体会众就照以利亚撒的指示出入交战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带约书亚来，互伊伫祭司以利亚撒甲会众的面前，佮照上主对伊的命令，甲约书亚换手，将职责交互伊。新约使徒行传9章26节到31节，咱继续看到当时时还佮称作这个扫罗的保罗，伊初次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大家拢真惊伊。因为伊捌是迄个迫害教会甲基督徒的人，如今伊却用传扬国外的基督出现伫基督徒以及门徒的面前，当然大家拢惊伊啦但是保罗却是真勇气、积极来传播国外的基督，并且诚做真强佮有力。坚固教会的使徒，经文安尼记载：扫罗到伫耶路撒冷，想要甲门徒交陪，因拢惊伊，
因为无相信伊是门徒，不过巴拿巴接纳伊，带伊去见使徒，甲因说明扫罗伫路中看见主会经过，甲主对伊讲话，以及伊伫大马士革偌尔勇敢奉耶稣的名传道的代志。扫罗伫耶路撒冷甲使徒有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好打传道。伊嘛有甲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讲话辩论，因要求不时假无要甲伊读。信徒知影这个代志，就带伊落去到伫该撒利亚，对遐送伊去大数。迄时犹太、加利利、甲撒玛利亚各所在的教会，拢有平安，愈坚固发展。所行所做敬畏主，得到圣神的鼓励，人数一直增加。保罗的服侍就亲像基督的使徒的服侍同款，甲圣神同在，拢有圣神的坚固，亲像约书亚嘛同款，搁着圣神的气力，顺着圣神的引带。诗篇138篇，我要全心感谢你，伫正神明的面前唱歌称赞你。我要往你的圣殿来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来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我求叫你的事，你有应我，你有鼓励我，互我得到气力。上主啊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，因为因有听见你所讲的话，佮会唱歌称赞上主的作为。因为上主有大阳光，上主虽然尊贵，也有具看顾卑贱的人。伊对远就认出骄傲的人。我虽然互患难围困，你会保守我的性命，我的对敌受气，你会伸手对付，用正手解救我。上主的实现对我的应允，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你亲手所做的，求你毋通放散。恳求上帝，互阮会通成做忠心的仆人，互阮会通受坚固，嘛会通坚固其他的人，甲阮服侍的教会。恳求圣神同在，同行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